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各位，又到福喜来的时间咯。我们讲的屏东县政府也几年来3忙在推动我们屏东县的观光，特别还有其中一类就是推动我们各种的导览人员的培训咯。到底嘛个是观光的导览人员呢？我们都讲，去个地方了，有人带同无人带还是无毛共样的哦。嗰時候基本上我哋睇有請嘅，其中有參加過有個導覽人員培訓，也得到我哋大陸人自己嘅林明講林大哥好好嚟同大家紹介一下，到底乜嘅係我哋客種嘅大陸人。好，馬上來分享我哋林明講林大哥。主持人好，福喜來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林明講，我係慢慢來嘅前鋒隊。哇，歡迎林大哥嚟到我哋節目地邊哦。前面有講到講，其實我哋屏東縣政府3忙在推動屏東嘅觀光嘛，做一個我哋講導覽員嘅培訓，像係廿幾年嘅事情。不過睇下小嘅一個培訓之前啊，好繼續嚟請教林大哥一件事情咯，就講這個係乜嘅背景，做乜嘅工作嘅，做乜嘅會想講嚟做一個觀光嘅事業吧。更加係你中長個工作對一啲大陸人嘅工作佢有興趣，因為以前對人哋故鄉嘅東西嗰時候談到，談到有對客家企劃園開始有談到有介紹泥埔嘅嗰家當，嗰竹田，有什麼狀態？介紹佢嚟對109年開始有家當有攀一啲大陸人，其實對我哋故鄉講頭講起來嗰啲好嘅故事開始啦。一般我哋去家當行了行看看過去嘅，不過開始有系統性嘅介紹嘅時節對客種了解個清楚。其實各邊個相對以前人哋看去遊覽嘅時節，攏平面。坐台多都有看到那，自從齊柏林導演一對空中看故鄉嘅時間，啲角度冇一樣啊。你就可以相對講，更加坐船呢，喺路邊看台灣，同我哋對島內看船呢，啲角度冇一樣。太多人其實扮演啲角色咪幾好。家當人講係活的博物館，因為就是有人生活在裡面，生活在地邊。等行了開始講，有啲故事性會生動起來，會各有神奇嘅味道在地邊。你可以講，其實我哋對一般人這個無人帶，我哋行過去看咧係老輩，假使講有人帶嘅話，我哋講嘅係當地人嘅生活、當地人嘅內部嘅事情、故事安尼嘛，個深入。你睇到安尼同林大哥安尼小嘅，我覺得能帶嘅時間，甚至無共用，帶大家坐船咧，又係講比人哋到當個啲無共嘅角度，其實唔係，係真係對係無共嘅角度，但唔係講借由交通工具，又係其他嘅方式，係用人哋帶動大家用無共嘅角度。不過林大哥，這個本身應該唔係家當人啊，好冇？係8萬人。8萬人啊，又唔係喺度睇家當，做乜嘅時間？因為興趣，這個談到家當睇報有個推動有個培訓嘅時間，你都馬上都要報名嘅。錯。嗰種對有個文史啊、觀光方面一定係有興趣。不過這個本身嘅工作唔係有嘅啊，做乜嘅你這個會有安太興趣呢？因為我哋客種以前人講，我本身我爸爸媽媽攏做農嘅人同一定攏講莊度嘅事情行來行去全莊攏識。我哋以前生意個盤墻，我北上北行，我北木行，我全行嘅。其實更加你小間起來講，嗰有咩事有時間你鄉下嘅老建築老貨房，老故事，慢慢受推起嚟。按叫佢談到得嘉義有啲划船博物館佢專門去叫得啲划船，佢講得啲划船一塊划船嘅面積比一塊鐵還高得錢。也有人哋長長嘅故事聽，一啲東西老東西，一塊一塊跌下去你飲攰落嗰塊飲嘅。其實我哋看啲東西都係現代嘅東西。老傳統嘅東西一定要透過大陸人，個立體化講故事本堂，有啲脈絡用行。好像我哋家當嘅理事長楊錦模先生，佢帶啲一團隊整氣功的楊氏宗祠的搶救活動時間，佢當初冇帶人嚟發動楊氏宗祠底部啲乜嘅太極兩儀池半日池我哋講半日池，要被殘喺度。嗰種我哋去家當嗰時，你看到啲半日池前面路很像孕婦嗰種
有做嘢嘅婦人家用態度使用啊。伊啲路啊吼，可能啲估計我撈啲細路嘅。啊，我看國土嘅時間，我同遊客講，你看一下，有啲路啊吼，可能同一啲婦人家開一樣嘅，態度使。啊，做辦法安尼咯，因為有啲估計啦，當初啊吼，都市計劃嘅時間要做外環道。外環道快過去嘅話，有啲太極兩義詞，其實全台灣同樣的地方有一啲太極兩義嘅標誌哈。我一般人嚟看拜月池啊，啲拜嘅太極兩義嘅標誌基本上看唔到。有啲東西都是送下去嘅哈，要冇嘅。經過我哋理事長也奔相走告，就是他透過很多的公民團體，同鄉公所爭取，同鄉政府爭取。就是用歷史建築、古蹟的方式來維護，那就是順利的保存這個故事。那如果說這個推掉了之後，你就沒有這個故事跟你的地方上或是遊客來講。嗰種自家對故鄉六對嘅事情，其實有一種我哋講使命嘅感覺、責任感喺地方嘛。嗰時候想講，有難得有一個機會，也看自家完成成法，都更加嚟講有一失敗，想講用無共樣嘅方式寫幾本大家。馬上都可以報名。不過我哋講推動嘉東嗰邊咧嘅觀光土南嘅皮圈，其實算第一類嘛。第一類示範。咁啊，嗰時就會選擇講用嘉東作為咧第一類皮圈嘅起點，我哋講嘅據點。咁啊，佢會有一個想法咧。照我所知吼，其實嘉東啊，喺六隊地區為咧科學學種啊，伊嘅發展啊，比其他學種啊，都有機會，因為嘉東嘅壽家養家啊，喺地方上算望族啦，就尤其壽家，伊做生意啊，伊可以行河江，經過河江到海江，就樣講咯，伊嘉東有啲葫蘆江葫蘆江在轉啲東江，在轉啲安平江，再去態度做生意，而家在做生意嘅時間，伊經濟發展過活絡嘅時間，又甚至帶動嘉東個好條件，伊不管建築，也說伊啲經濟活動攏改好，嗰種伊保存咧，但係嗰度古蹟啊，改集中、改密集，也很完整。嗰種像屏東縣政府啊，伊先入嘉東做啲第一個據點嚟做，有也特別的意義啦。安尼你講，第一擺參加一個皮圈喺嘉東嘅時節，你有感覺到嗰時節參加一年喺西拉嘅嗰度，又喺西門嘅嗰度啊？其實感覺吼，現在同西門攏差唔多啦，不過面下靠嘅吼，真是西來靠唔上西門嘅，面下留下來嘅技術人吼，西門嗰度。留下來西門嘅嗰度，其實西來同西門嘅土南嘅方式應該冇共用吧？大家應該也唔係講西來嘅西門啦，應該講每個人嘅皮圈人員都有冇共用嘅風格，有啲提升啦。錯。從唔自家嚟講，唔自家定位講，你嘅土南有冇嘅風格？其實吼，感覺嘉東嘅歷史吼，應該透過比較嘅方式，像我來嘉東有南嘅人啊，其實我種人咪幾多，像我有擺帶到啲台南嘅人下來，伊講他有時可能才有點跟你挑戰嘅，因為講迄種古蹟啊，照理講應該台南嗰度啊，我做乜來嘉東看你啲古蹟咯，係講冇一樣哦，古蹟的東西啊，它有形成的因素會多啦哈。像我嚟講，匠師就好啦，有彩繪匠師有泥塑匠師，又有那個唐三彩或是剪黏啊，或是大木做小木做的技師哈。講一啲楊氏宗祠底部有一啲陳玉峰畫師啊哈，伊1900年出世嘅，伊對台南來嘅，講出來嘿哦，台南嘅旅客來哈，冇左右。8個件，談到同佢有關係我意思講，帶路人哈，你同一啲故事性啊，同一啲遊客做啲連接。我哋上擺帶到啲遊客哈，對新竹來嘅，一啲新竹嘅遊客講，咩鬼事要來嘉東來看啲壽家嘅屋嘅哈，係講你做乜要來看下壽家屋嘅咯？因為吼，按叫看公共電視有翕一啲茶經嘅戲劇吼，伊就看到節目係壽家翕嘅，伊想來看看壽家啲嗰啲場景喺哪，又帶嚟壽家吼，講有啲做下嘅，有啲乜個咩啊，我冇嘢講乜個名，炒茶啲乜個咩啊，我會問他，我不會把全名講出來啦，我講有乜什麼咩吼，等下炒茶呀。
我講嘿啊，一睇膊頭嘿啊，係睇下臭啊，啊為睇下翕嘅啊，嗰啲露頭膠啊，講後同線頭膠講可能破山嘅嗬，題目睇那白山翕嘅啊，哦啲白山有得咧錢幣的式樣嗬，有咩個黐咪？啊，我有沒有繼續行到西閘門的時間哈，有可能寶鐘牌、包中杯哈，就是乾隆皇帝頒的那個包中杯，還講我哋家東的真跡哈，這個已經整修完之後，它不是真跡了，好。真實真跡啊，睇你形狀嘅意名咩？唐講啲毛筆詩俠呀，哈，但係乾隆嘅真跡啦。我講係哦，我哋看啲手甲嘅布景嘛，唐嘅都形狀意名妙嘅故事，同樣的家東嘛有連結哦。唐嘅尤其聽起來也是眼睛一亮，啊，你唔該細咪係。真是想辦法同大家。興起想風嚟啦吼，我真是帶頓嚟大家會感受到，我就要行路安尼看一看啦。啊，不過你那個聽安尼講，其實你除了對這個要討論的部分、帶入的部分，給地方上的泰西史啊、歷史故事、人文等等要了解之外，你能還會自己去增加額外某方面的知識。你看，如果去看，人哋更加戲劇，有哪條會用到同這個討論的內容有關係？啊，你來有按多時間去做一個研究哦。其實哈，我會保持一個看報紙的習慣啦。啊，個網絡上哈有一些最新的消息啊，你馬上要注意到啦。像有啲最新的流行的一些東西資訊哈，你如果補充下來，你跟遊客就會有連接。因為呢，我們的共同記憶啊，就是說從一些媒體上啊，或是一些報紙上面會出來。那當然從一些書本上面，你也要去充實它啦。因為講實在話啦，我哋平常上課嘅課程嘅史書哦，實在唔多啦，唔多足啦。一是講師傅啊，同兩億門，小行過一家啦。哦，冇錯啊，係啊，這真是除了這個原本要記嘅東西要記之外，真係還要不斷的這個去求個進步。冇按呢，更加資訊量安發，大家手機嘅拿風咧，喂，包括個唔講誒，仲係糖誒，呢種毛毛球用看到嘅毛毛球，人哋都失敗勢啊，都冇專業嘅嘛，係啊。哇，觀眾朋友，我哋更加頻道開始推動嘅有個帶路人，有按呢內容咧。啊，不過除了家東之外，啊其他地方係咪也係共用咧？休息一下，繼續嚟同大家紹介喲。頭下有講到，我哋屏東縣政府開始推動一個觀光嘅帶路人，第一個基點都係喺家東。啊，不過後續面還有其他基點喎。林大哥，其他基點還有哪呀？去年嘅110年哈，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話有攀新埤哈，個竹田，個果樹態度館，3個鐘頭。哦。你按你談好咧，新埤也有嘅哦，啊新埤跟家東連好咧都係人做對嘅嘛。做對錯。啊，你人睇第一時間會完整伊個對，來設計又係講人會特別針對講，人睇家東人先做家東嘅單點來設計啊。像我今日戴嘅口罩哈，也係做對嘅口罩。哦。有啲客家事務處印嘅哈，綠色代表做對。做對有新埤同家東啦哈。啊，我哋地方上啊有講過新埤頭，家東腳。有咩講新埤就係頭哦。裝啊哈。啊，家東唔係腳哦。一講頭腳嘅問題啊哈，主要講係方位啊哈。方面問題，新埤偏北啊，家東偏南。好，伊用頭腳，客家人咩個有智慧哈，用頭腳來比喻講，也係睇北偏嘅新埤頭，啊個南偏嘅家東腳，啊我設計家東嘅時候，其實我沒有帶動講新埤啊哈，伊有咩插門，東插門，新埤東插門同家東嘅西插門啊哈，伊間上門嘅時間同一個時間，我都就講啲鐘頭啊哈。客家人一報復這個鐘頭嘅時候，老伯伯間上門，我用中日族，
我做护城河，哦啊前面咪有啲安尼护城河底部吼有拦奶，哦啊，你看到伊都成了保护迄个总头呀，哦有啲河流，哦有啲net做，我在做啲上门，啊迄个有钱啊，要做等个奶转呐，也算土转木哈，做起来做微商，啊一般是目前做微商的话用net做，吼。啊，其实我哋讲，其实你到啲总头地位吼，我哋睇法看到一啲，人家人讲嘅嫌恶设施啊，乜嘅坟墓。哦。其实对咩对总头咩有啲保护嘅作用。对。睇有看到牛埔嘅太片咧。係，因為講到其實因為總頭你要強哦，啊唔過其實嫌疑有也自費。我睇到我本後台也好，冇幫本。哦，冇記下我哋那來嘅人，啊天嘢，我本老輩來嘅人嚇，有啲保護嘅作用，有啲祖先睇下保護哦，因為我哋總頭吼冇別來哦。係，啊過來吼，你啲總頭時啦，你看你路啊，彎來彎去。其實也唔係講以前古要彎嘅哦，而家有也智慧哦。嚟講，講本人哋講啲彰化吼，啲鹿港依啲摸乳巷。哦，佢細細巷嘅。細細巷嘅，你看嚟，可能我碰到女性的胸部好像有點心酸了。其實以前他們也是有現代的智慧講。我哋行嘅巷嘅時間啦，嗬，我本人入不來，嗰快得出去，入面有啲防盜嘅功能。係啊，因為行入面搶一個人嘛。係，我嚟講，我哋講家棟嘅時間，我身上講到神秘頭嘅故事，因為有啲上門啊，嗬，聽我講，而哋睇入面嗰條黐咪。哦，按你講好咧，其實人哋手機嘅時間唔會特別講嗌。睇一個地方，我都針對入邊一嚟講，係對體育嘅嚟講，我哋做對嘅時間，我可以講做對，甚至於講，我講到某個歷史啊，大部分嘅時候，我可能會講到貴嘅六對，錯冇？係啊，安尼作為按度嘅目標嘅觀光指點嘅人員嘅培訓，你嚟講，唔請考慮咧，又係講唔全部都會去參加。都更加嗬，對109年嘅家棟開始嗬，睇啲狀態，啊到9年嘅110年要。增加3個鐘頭，我都要考到啦嚇。都有考到，哇厲害呢！啊，像唔同樣有去考到嘅，全部去考過嘅有1度嘅。咪有兩個細妹嘅。哦。係兩個細妹。哎呦，我搶3個年就全部去考到。啊，其實像應該我哋3個講談啦嗬，思考落看按你故事啊，嚟串嚟起來冇啦。啊，其實我哋咪思考咯，講嘅啲故事啊嗬，各種嘅串起來，啲六對嘅地位啊，其實沒有關係啦。所以我哋嚟講起來嗬，夠豐富，有到研客啊嗬，時間夠長嘅時間，我哋可以講夠多，夠豐富。哦，有冇講一下講係的？啊，迄個小時我哋要有重點來收嘅，嗰種對家棟出發啦，有咩好處啦？我所談嘅嗬，家棟嘅售價啊，對果樹有沒有關係？好啊。果樹嘅態度館發生嘅事情嘅時候，同美濃有關係，同灣蠻沒有關係。因為各隊啊，我要聽書，我要上究啊。以前有本人偽裝，哦，有城市嘅時間啦，總頭有上大嘅時間，啊，你總頭攏有關係。所以我個總頭本來考到嘅嗬，解說性好夠豐富啦。啊，亦嘛表示講六隊啊，嗬，隊相連啊。哦，對都有故事，講起來夠豐富啊，夠神奇。哦，真是，假使講這個有能力也有可能話，可以迷咧都去參加，看下先有冇嘅目標喎。啊，唔過真是，因為人家講多好有去考過3個其他啲地方嘅培訓人員嘛，嗰時候可以參加迷咧地方上上培訓嘅課程，有嘅內容有相同，有係冇相同。當然嚇，基本嘅建築。差唔多一樣啦，哦，啊唔過建築唔講，我睇呢啲地方要重複嘅，也冇簡單啦。像我嚟講，呢啲山牆馬背嗬，有到從金木水火土開始講，哦，啊金木水火土也唔啲，也顯現嘅風水也唔單止睇啲建築地位，哦，像有人講啲化態地位嗬，又有1星石、3星石、5星石、7星石。嗰種五行東西啊，講出來時間遇到研學咩鬼黐咪，而談到你我嚟談講，到底同風水有冇關係？人哋慢慢去了解，嗬，有啲共通性嘅有啦，上課會講，啊唔過有咩有特殊性嘅嗬，即個特別去放出嚟，同本遊客比較講，哦，有啲家棟嘅建築，那係同譬如總頭冇一樣嘅地方，而哋談起來會夠神奇。
你先讲，你这个作为咧皮投篮人员吼，带路人都更加，你这个讲说到伊咧带路人，这个要具备最重要的能力系嘛个？基咧你会咧讲，假使讲有带队人家去，假使讲基本的问题都好，唔能一下无法都好皮带的时间，你能会用办去处理那个部分？因为主持人问题讲好吼，其实。俺每摆带人客吼，俺拢当做迄个挑战啦吼，因为嗰度游客伊要改客气，伊就讲更加司机改防骗啦吼，伊睇一面讲，伊一面睇打开司机睇查实了讲，唔讲我都来吵甲唔吵。真是的。同埋小姐讲杨氏宗祠半月祠吼，底边有太极两仪祠嘛，一般的水啊吼，我对左偏入右偏出，吼。一般啊其实对这个中国的一点风水观来讲，以前的帝王啊，对民间的风水底碑你们的半月池就是死水，不可以让它活水。因为我讲咯，因为要是风体起搞啊因为好的风水让起来啊，嗰种以前的风水你有风水师，你會提神係唔會俾伊流落去民間，讓破壞而家風水，嗰種。咱可以防体底部的风水池是san水，就是活水，会流通。一般的民间拢死水，唔可被流通啊，流通的风水够好。其实人讲有来有咧，俗谚讲天过防体人啊，防体管唔到的时节，咱无管啦，照按风水的观念来做，左偏入来，右偏出去，同埋咧入门门一样，入门门啊入两门、三门。出来出副门、出西门，又有风水，有就讲起来本人他第一个，哎呦，有啲买咩个亲密的店哦，都考验咧伊个态度人的这个伊个临场反应。错。你那个都更加来讲啊，能带过一团有汉字讲人数嘛？基本上导览解说的专注度啊也算你照顾的能力啦一般来讲15个人到20个人内够好啦。唔过照顾到人啊话够听得到。唔过多人的话贴太长的时间，伊够谈唔到。有到伊要考虑到一度也上图啊、研究师啊，嗰有乜个特别的需求冇？迄贴多人的话，真是够快。照顾到，如果考虑到讲的时间，个路长，唔能用规范，也拢限制到。一般人，一般但是讲建议讲，15到20个人的一团体，配合伊的带路人体好啦。嗰种唔能无强制，也系讲硬性规定，佢讲安尼一团枪可以15个人哦，也系20个人，无按迄规定嘛。唔会硬性啦，因为有时我哋要看游客性质啦。像我哋理事长应该会讲，迄种有的团体组织啊，它的出发点，它就是要让他们的成员来进修、来休闲、来推广一些乡下的或是农庄、客庄的一些导览活动的时候，伊也冇勉强啦。迄种可以方案你就接起来，讲伊的故事变得谈，有兴趣伊能办在鼓励谈的话，表示人哋介绍成功。也係做得啦，因为讲。虽然讲一团系清太真的人，不过有的人真是佢都无一个兴趣嘛。虽然讲的几好，不过佢都无兴趣，佢都会自家去捞佢自家。结果一团可能30个人呢，都自家分组前面我谈的都谈对了，其他无的都自家行，也係做得啦吼。不过你那点有无相样的带路人带路人来讲，迄一类人啊，大家係有爱需要有个需要的时间，係直接同人联络，係有一个。几点协会和团体来协助做一个联系呢？我哋家东今日理事长杨锦谋先生伊有团的阴名片。前面有我哋带路人的书记天发，后背后背有啲协会的QR code，可以扫。我哋家东的接洽系我哋杨理事长，新别咩系理事长，态度馆系总干事，竹田系执行秘书。竹田的迄六堆学文化艺术基金会伫承办啦主要讲，迄种艺术联络国人的话我哋要同人哋背后承办的单位来报备啦。都来讲，伊迄指定也算他讲交本人哋协会的安排。迄指定表示讲也对人家有肯定啦，讲得好，伊个指定。迄魔法其实我哋
解说员的程度哈，拢很爱惜羽毛啦，拢会持续自我进修啦，每一个人上图拢改好。真是谈好了，有一回事呢。观众朋友有拄到过我们像大陆人一个安抚节的团体吗？某一天公益有限的时间可以来吃看真先哦。不过大陆人还有两版精彩故事也係經驗呢。休息一下，CBS馬上過來哦。前面谈嘅林太哥嚟說嘅更加呢，縣政府推動嘅有個客種嘅大陸人啊，其實有個任務，哇，內容一定係豐富，也經驗也非常嘅好。唔過地方還有那條個辛苦，也係個無人知嘅部分呢，人哋繼續嚟請教林太哥咯。林太哥，你辛苦吼，考到一個證照吼，考到一個大陸人嘅資格，有喺每一年都會出來帶觀光投籃嗎？劉多人吼，因為我講嘅啦吼，因為人哋要經過經驗嘅累積啦。像人哋面對群眾，面對不同的旅客吼，其實嗰度長途嗰強人來啦，有時嗰講來踢館嘅嚇，你要面對啦。嗰種旅遊夥伴，而咩嗰一方面佢謙虛啦，一方面也很惶恐啦，講人哋學嘅東西啊，到底足也唔足。哦，有時也沒有猶豫的。不過我哋團隊啊，吼，有咩會互相幫忙啦。迄種有需要我哋聽出來助陣的啊，人講嚟聽數的啊，吼，我哋要提出來，有問到乜嘅問題，我哋要來聽數回答啦。我哋講起來吼，如果有我哋團隊嘅工作力道提提擺好一點，個唔係人講啦。有可能佢係個新，個冇乜嘅經驗嘅，如果睇嘅其他睇嘅會唔會有次做嘅安尼？錯。不過你自家嘅經驗應該帶到嗰度創嘅嘛，吼，你自家經驗地方有本印象個感情嘅人客，又係講本個挫折嘅冇？其實挫折哈一定都會有啦哈，因為人客來人講白色啦，像我帶過哈，有帶過醫生團，又有帶過建築師團，又有帶過他們探訪各地嘅望族嘅建築師團，我上擺帶啲陸族會劉會長劉啟群醫師，伊本身咩劉氏中心會會長伊帶伊啲大道上嘅，台灣我有講小解講伊啲。公共電視有翕啲茶金嘅吼，其實台灣最有名嘅啲茶吼，買茶買紅茶，人講福爾摩沙 tea 啊吼，烏龍 tea 做嘅係太多神啲片賣出去。北埔嘅片呢？北埔啲片，我有帶到一啲人客，而係李春生嘅後台。伊聽到啲劉啟群醫師吼，伊咩來一開始要發名片本來講，我講。劉會長，那你實在不敢喺啲關公面前耍大刀啊！沒有，林先生沒有關係，你們盡量講，我們來聽不一樣的尤其我們想聽你們地方的大家族的故事這個都是別的地方沒有的，我們聽看看。建築部分或是其他部分，你們盡量講沒有關係，你們就你們所能會的就講看看。其實等於好像我哋啲大姐帶啦，我哋理事長咩，伊咩他很誠心的就講，一啲劉會長帶的這個團體來應該是都是準備很多很豐富，因為看他們行程表他從北到南，由南到東就是等於台灣環島一周，他們的行程表看了攏係各地方的老伙房、老中青會。有同我講，明講咱談到談款咯，可以資源咧嚇，同一啲大姐資源嚇，講唔怕我哋咧談款咯，我小姐談嘅多嘅一定要談，像我伊地位有啲建築博士生留學英國嘅，我對小姐明治時期啊日本明治時期伊派2派學生去歐洲跟英國學建築，伊啲學英國嘅磚造建築。伊在學大陸的大石文化，其實我哋看到其他人嘅建築地位有啲風格攏嘛有，
砖造日本应该好砖造文化。啊，不过摕伫关东大地震的时间伊等一通砖造建筑10层楼的凌霄阁啊，摕关东大地震是一夕之间就活下来嘅，活下来，彻底改变日本人对砖造建筑的喜爱。其实砖造非常颜色非常漂亮看到那红色的砖呢，可以闹的屋嘅，一夕之间，哎呀，那唔错嘅，改混凝建筑物就是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做的嘛，改的混凝建筑然后也在讲的时候，也在英国留学博士生讲，也在故事我无听到呢，伊虽然学建筑不过伊无听到日本人讲，讲唔怕，也在教学乡长来讲，也有伫倒也在伊讲，像伊在日本去欧洲学大石文化我哋给他看得到洗石子的嘛，伊用那小颗的石子。他把你洗在墙壁上面，其实他就仿那个大石文化，就是说一般的大石，你看大面积的石块或石砖，非常贵，可是他把那个风格呈现出来，就是用洗石子的方式，也用闽之时期讲有的刘会长的团体他也没有可以接受李先生，你这样讲的故事也还不错，还能我们也还能接受，还不错，不用来讲。挫折挑战其实我同我的伙伴讲来讲，其实一个挑战就是一个机会啦也是你进修的起点啦。有时也得唔足，你再往这方面再进修，下次你就能讲了。这个一个态度，一个心态会调整，就不会有时候一定会有轻挫折，每一个字都有会挫折啦。不过太细嘛。错。不过最全国的人来讲，除了挫折之外。你咧带团，唔甘输到讲最有成就感，也係最甘心的時間，係乜嘅時間？其實我同我的伙伴分享嚟講，唔看銀行那注意看銀行有沒有給你很好的回饋，唔看人家眼神，看人家腳步，你看人家銀行停黑，講人家目珠見看都停到唔看，你表示唔講嗰精彩，如果停到，也會嗰好嘅回報同成就感。我講同伙伴講，你就是慢慢去發掘看看，講嘅發揮不造成吸引力的時間，你表示你在改變人家發揮好，你的旅客目主要冇停到人看呢，腳鋪也冇停到人行的時間，表示你再改變一下你的節奏風格你那個我有年下停到人，因為人明白會出。停頓喺度投籃嘅欣賞嘛，咁我很去欣賞。你第一擺聽到人家很欣賞嘅時間，係乜嘅感受啊？其實一咩對大家肯定啦嚇，講譬如講，對一啲建設一啲廣告有用心去做啦。因為其實行出狀元啦嚇，每行用心去做嘅攏係老師人講三人行必有我師，就算一啲人冇做乜嘅行業，唔過。伊睇下專門，睇下心得底部，本該怎麼感通，該怎麼收穫，然後人家老師，其實他尊稱老師其實他尊重你啦，可是自己要自愛，原來老師這個名稱其實現在都可以叫很多都是老師，你就盡量學習，可是人家稱呼你這個名稱的時候，我覺得是一個學習的起點啦，萬鬼多東西要學啦，學唔係。你對你這個來講，有啲經驗底部老人家去運堂嘅同個後生人去運堂嘅係咩冇共用？當然。老人家去運堂嘅係乜嘅？後生嘅又係乜嘅？老人家其實伊個談風水嘅東西。風水嘅東西，像建築有講以前做乜嘅長途嘅人可去到安泰宮嘅屋嘅，如果做乜嘅太官，多數多樣嘅，你太多啲條件嘅時間，如果做樣嘅風水來。本設嘅高方，本後台高方，有啲老人家講好談嘅風水嘅問題。後生嘅你去講更加一定學習嘅有經驗嘅東西。像我哋看台灣，以前看台灣出啲起頓嘅番薯嘅唔過迄種看台灣史嘅時節學生我同講，老師更加台灣嘅地圖轉180度變面度嚟看你唔係對考試嘅角度嚟啟發一點嘅話一定各位面都講因為考試有高高，計算本後生嘅談嘅時間，用人哋角度講嘅話，如果嚟談，迄種我哋看過台灣喺面度看咧
台湾哦，因为迄个台湾是中心点的哦，哦，唔可以讲世界内去卖迄中心点，其实台湾本身迄中心点嘛。大航海时代的时间，台湾有做过中心点嘛？好，我哋台湾有扮演某个角色嘛？然后学生会谈，哦，迄种以前谈那种世界史哦、中国史哦，你看看台湾史的时间哦，目光同角度，聚焦睇下台湾那边的来哦，看台湾的地图嘅国土會模樣，學生會接受。哦，嗰時候見人看那角度冇用談嗰啲東西啊冇用，你真是準備好了，哎呦，鬼太嘅神靈咧。錯。你那個講到一個做一個荷蘭人、大陸人嘅時節啦，陸卡人有反饋講，你做一個工作，做乜嘅有其他嘅工作嘅，行去做一個按摩行。會唔會陸卡有其他人有冇咁樣嘅想法嘛？其實我太太會念啦吼，即係按摩行嘅吼，做呢東西其實講法規都謹慎啦，要讀書嘅東西啊，唔能讀一本嘅啦嘅，講錯按啲東西啊，唔過社會嘅啲故事啊，吼，有啲豐富度冇拉法吼，一定要下人下嘅眼神目光就飄走了，哦，因為停工，他就不會跟上來了。我管家咪講，你做一個帶路人哈，本身要有熱情，要有應變，可是你要下功夫啦哈，要你下功夫，其實要花很多時間。好多人講，哎呦，人帶路人幾好穿哦，我就講，你看你樣穿哦，我哋是咩凊彩客法語講牛師傅的哈，我咩凊彩牛師傅本看又穿多少的錢，也沒有也哈，那你人攞地包，哈。人家只是講人嘛哈，你唔能攞地包，因為講得出來，真是，因為冇講陌生人哈，嗰度唔識得人，對介紹嘅時間，你要俾點頭，要不認同，一啲東西啊哈，也唔係清清彩彩講得出來嘅東西。觀眾朋友，當然今日林大哥會分享，大家自家係唔係有自家故鄉嘅故事，會分享俾大家呢？假使講自家有興趣，有冇一個能力嘅話，唔怕，歡迎來參加我哋屏東縣政府觀光態度人嘅培訓哦。今日再一次感謝我哋林大哥，當然按豐富、按有內容嘅故事，感謝我。多謝大家。好哦，我出去了也有健康嘅身體啊，好，今日呢聽頓先生來運動一下，顧自家嘅身體健康。希望我哋歡喜來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